好，来，乡亲继续来看昨下晡的1:11，地牛冰新。这个隽永里的宜兰发生着规模6.5的地震，全台湾拢感觉到地震在摇。专家来提醒，所落来要注意的是，宜兰附近的区域恐惊阁有4级以上的余震。加上这几天一直在落雨，难免会造成着土石松林。若阁来落大雨，无排除会发生着土石流，这要特别注意。另外，伫菲律宾东边的海面，今年第20号的风台玛瑙已经形成了，离台湾还阁有2000多公里，暂时无影响。在摇诶。 雄雄发生地震，天棚顶的电火直直咧摇。昨发生伫宜兰的2件规模6.5、5.4的地震，是48年以来宜兰上大的地震，全台拢有感受，阁造成这运停驶一段时间。接落来要注意的阁有大台北山区啊、宜兰啊跟基隆北海岸，可能降雨还是比较明显一点的。今天到明天的话，高温大概是来到24度左右，24、25度左右。但是在新竹以南西半部地区，其实白天的高温都还是有机会来到30度。这礼拜温度会较低，不过最近连续落几啊天的雨，山区土石有较松，加上拄发生地震，恐惊互地质阁较无稳定。专家提醒未来伫宜兰和附近区域可能阁会有地震。昨天半夜里面，在屏东有一个规模4点多的地震，那个就你可以说它可能是牵动到它了，规模不会大，那大概就是4啊5，可能1个月后啊一个大雨，它整个就垮下来了。把房子结构弄好，那当然碰到这种 大地震来讲，你可能损害就不大就是了。提醒大家要是要有防灾意识。另外，除了东北季风，伫今仔日透早，菲律宾东方海面阁形成第20号风台玛瑙，虽然对台湾也无影响，不过未来若是有风台会落雨，阁加上发生地震，无排除会发生土石流。民众要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，袂使大意。